您每天早上吃药，您是注吃均衡的饮食，也许还每天在社区里散步。过了60岁，您知道保护大脑免受记忆力衰退，以及保护肾脏免受无声衰退的重要性。但如果您要柜里的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您在全联、康是美看到的那些天然补充剂，并没有像您相信的那样有帮助呢？如果其中一些正在悄悄地给老化的肾脏增加压力，或者对保持您的头脑清晰几乎没有作用呢？事实是，并非每一种流行的维生素或草本补充剂，在您过了60岁后都是安全或有效的。有些值得您花钱，其他的可能会危及您的健康。在这段影片中，我将带您了解那些真正有科学根据，能在60岁后支持大脑和肾脏的最佳保健食品。您将学会该信任哪些，该避免哪些，以及如何做出简单、安全的选择，帮助您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独立、精力充沛和思维清晰。走进台湾任何一家好事多、全联或药局，您会看到整排或架上摆满了瓶瓶罐罐，承诺能增强记忆力、提升免疫力和提供无尽的精力。台湾人每年在营养保健食品上花费数百亿元，而长者是最大的购买群体。过了60岁，许多人担心记忆力衰退、骨质疏松或肾功能下降，所以拿起一颗称能解决问题的药丸，感觉很自然。保健食品被宣传为一种简单的捷径，您每天吞下一次就能感觉更年轻、更聪明、更健康。但这个里有一个隐藏的真相，大多数长者不知道，在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并不会在保健食品上架前测试其安全性或有效性。一瓶上面写着支持大脑健康或保护您的肾脏的产品，可以在不证明这些声称的情况下销售。更糟糕的是，独立研究发现，有些保健食品所含的成分比标签上承诺的多或少，少数甚至含有隐藏物质，如重金属或处方药物，可能会伤害老化的肾脏。对于已经服用多种药物的老年人来说，降血压药、降胆固醇药或糖尿病药物风险变得更高。保健食品可能会以一生从未预期的方式与处方药相互作用。从虾皮或药局买的简单草本药丸，如果您正在服用阿司匹林，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或者如果您的肾脏已经减缓运作，可能会危险地提高钾水平。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保健食品都是不好的，有些是经过充分研究、高品质且真正有帮助的。但挑战在于知道哪些是您可以信任的。最安全的途径是选择具有第三方认证的产品，如 SNQ 国家品质标章或健字号认证。这些标章显示该保健食品已经过纯度和准确标示的测试。更重要的是，您应该始终将您的保健食品清单带给您的医师或药师，就像您带处方清单一样。快速的对话可以防止危险的错误。简而言之，台湾的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庞大，具有说服力，而且往往令人困惑。对于60岁以后的长者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陷阱。机会是使用有科学根据的产品，真正保护您的大脑和肾脏。陷阱是被光鲜的标签、名人代言或网络评论所迷惑。
这些都隐藏了风险，在这一段影片中，我将引导您了解什么是真正值得考虑的，什么应该直接放回或加上几十年来一生一直鼓励台湾人多吃鱼，而且理由充分，在鲑鱼、沙丁鱼、蒸鱼，甚至全麦面包上的鲔鱼沙拉中发现的 Omega-3 脂肪酸，是研究最多的营养素之一，对大脑和肾脏健康都有益处。当您在家庭烤肉时享用一片烤鲑鱼时，您不仅仅是在吃一顿美味的餐点，您正在为您的大脑和肾脏提供工具，对抗发炎病，随着年龄增长保持韧性。让我们从大脑开始 ，Omega-3， 特别是 DHA， 是脑细胞膜的组成要素，它们帮助神经细胞沟通，保持您的记忆力和专注力敏锐。虽然关于记忆力补充剂的研究结果不一，但研究一致显示，每周吃2次或更多次鱼的人，在认知测试中表现更好，患失智症的风险也较低。换句话说，饮食模式比单一药丸更重要。现在，让我们看看肾脏在这里。证据甚至更强，慢性肾脏病 CKD 往往因无声的发炎和血管损伤而恶化 Omega-3， 特别是 EPA， 可以减少发炎、降低三酸甘油脂并支持更健康的循环。大型研究显示， Omega-3 摄取量较高的人，随着时间推移，能维持更好的肾功能。对长者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延迟洗肾，预防危险的并发症，并保持更长时间的活动力。那么，您需要多少呢？大多数专家，包括台湾心脏学会，建议每天至少摄取250之1 000毫克的 EPA 和 DHA 组合。这可以来自每周2份富含脂肪的鱼类，或者来自高品质的鱼油补充剂。如果您不喜欢海鲜，关键是品质，寻找经过第三方测试、最少于腥味打嗝以及纯度认证的补充剂。有一些注意事项，如果您服用抗凝血剂，如华法林或高剂量阿司匹林，在开始服用 Omega-3 补充剂之前，请咨询您的医师，因为他们可能会稍微增加出血风险，但对大多数长者来说 ，Omega-3 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补充剂之一。简而言之 ，Omega-3 脂肪酸不是魔法，但它们是一种可靠的、有科学根据的方式，可以在60岁后保护您的头脑和肾脏，把它们想象成一种投资，今天在您餐盘上的一个小选择。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可以带来更敏锐的思维、更强的循环和更健康的肾脏。当我们想到支持大脑的维生素时， B 群往往会浮现在脑海中。维生素 B12、B6 和叶酸，也称为 B9， 在神经系统中扮演关键角色，也影响您的身体如何处理铜半胱氨酸。这是一种与心脏和肾脏问题都有关的氨基酸。60岁以后，这些维生素的缺乏在台湾出乎意料的普遍，其影响可以模仿许多长者最害怕的疾病。让我们从维生素 B12 开始。在台湾，数百万老年人在不知不觉中 B12 水平偏低位。什么常用药物？说明了一切。用于糖尿病的2甲双胍
和用于胃灼热的质子帮浦、抑制剂等药物会干扰 B12 的吸收。少吃肉或遵循较清淡饮食的长者也可能不足，结果可能是混乱、记忆力丧失、手脚刺痛，甚至行走困难。这些症状常常被误认为是阿兹海默症或中风。健保给付的简单血液检查可以发现问题，而补充无论是药丸还是每月注射，都可以恢复清晰度和精力。维生素 B6 和叶酸也很重要。这些维生素帮助您的身体降低同半胱氨酸水平，同半胱氨酸升高与大脑萎缩加快、中风风险更高以及肾脏血管损伤有关。纠正缺乏可能不会让您一夜之间变成天才，但它可以保护大脑和肾脏健康的基础。不过，这里需要谨慎是至关重要的。长期高剂量的维生素 B6时，际上会损害神经系统，导致麻木和失衡。叶酸补充剂如果在没有解决 B12 缺乏的情况下服用，可能会掩盖问题，而神经损伤却在悄悄进行。而且对于患有肾脏病的人来说，过量的水溶性维生素可能会累积，导致失衡而不是益处。那么，什么是安全的方法呢？除非血液检查显示缺乏，否则不要假设您需要这些维生素。要求您的医师在常规检验中检查 B12 和叶酸，如果您偏低，补充既安全又有效。如果您的水平正常，多病不代表更好。对大多数长者来说，最明智的途径是从食物中获得您能获得的强化谷物、绿叶、蔬菜、豆类、禽肉，勿于同时仅使用补充剂来纠正已证实的缺口。简而言之， B 群维生素很重要，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补充，过量可能有害。尤其是对肾脏有问题的人来说，智慧在于测试确认，然后在需要时才补充。这种谨慎的方法可以保护您的神经、大脑和肾脏免受不必要的风险。现在让我们谈谈维生素 D。这是一个似乎无处不在的营养素。您可能已经听说它对骨骼有益，那是真的。但维生素 D 对大脑和肾脏的影响常常被忽视，而这正是危险可能潜伏的地方。维生素 D 通过阳光照射在您的皮肤上产生，但在台湾，许多人整天待在室内，或使用防晒乳，使得缺乏非常普遍。研究已将低维生素、低水平与认知能力下降、忧郁症，甚至失智症风险增加联系起来。对于肾脏，维生素 D、吊结钙和磷酸盐，这对于过滤功能至关重要。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肾脏会受苦，骨骼会变弱，而发炎会上升。所以补充是答案吗？不完全是，这就是事情变得复杂的地方。许多台湾人，尤其是长者，在没有测试的情况下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 D， 他们认为更多总是更好。但维生素 D 不是水溶性的，它会存在您的身体中，而且过量可能是危险的。摄取过多会导致高钙血症，即血液中钙水平升高，这会导致恶心、虚弱、混乱，甚至肾脏损伤。高钙血症会导致肾结石、钙化和不可逆的肾功能丧失。讽刺的是，用来保护肾脏的同一种维生素，如果过量服用，实际上会伤害它们。那么您该怎么做？首先，在补充之前进行测试，
简单的血液检查可以测量您的维生素 D 水平。如果您偏低，您的医师可以推荐安全的剂量。如果您已经足够，不要只是猜测和补充。其次，坚持适度的剂量，对大多数长者来说，每天800到2.000国际单位就足够了。尽管确切的需求因人而异。第三，记住维生素 D 在与均衡饮食和定期活动配合时效果最好。在阳光下户外散步，享用强化牛奶或吃富含脂肪的鱼类如鲑鱼，都能增加没有任何药丸可以完全取代的天然脂质。简而言之，维生素 D 是一个强大的盟友，但如果使用不当，也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把它想象成处方强度的营养素，在医师的指导下有价值，盲目服用则有风险。对于60岁以后的大脑和肾脏健康，目标不是更多，而是刚好足够，而这种差异可以保护您多年。在许多向长者推广的保健食品中，有2种新兴且有前景的辅酶 Q 石，也称为 CoQ 石，含益生菌，它们可能还不像鱼油或维生素 D 那样家喻户晓，但两者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际效益支持。拿我的病人陈国荣先生为例，70岁，退休教师。陈先生来找我时担心持续疲劳，我吃得很好，我每天散步，我按时吃药，但我仍然精疲力尽。他解释道，像他这个年龄的许多男性一样，他多年来一直在服用他汀类药物。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但它们也会减少身体天然的 CoQ 石。没有它，细胞难以产生能量，长者会感到精疲力竭。陈先生的肾脏稳定，但他的精力正在消退。开始服用 CoQ 石后，他在几周内就注意到了差异。我终于可以度过下午，而不会瘫倒在沙发上。他告诉我 ，CoQ 石在细胞层面上工作，为粒腺体，我们的发电厂提供燃料。它有助于产生能量并减少氧化压力。研究表明，它可能保护脑细胞，改善耐力病，支持肾脏血管。对于患有肾脏病的人，CoQ 石已被证明可以降低发炎并改善功能。对于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长者，它可以补充药物带走的东西，通常能在精力上看到明显的改善。益生菌是另一种具有令人兴奋潜力的工具。大多数台湾人已经知道益生菌食物，如希腊、优格、克菲尔、德国酸菜和康普茶。补充剂旨在提供更高剂量的有益菌，重塑肠道微生物群。这为什么重要？对于肾脏，益生菌可能减少有害的尿毒素，这些毒素在肾功能下降时会累积。对于大脑，更健康的肠道可以减少发炎，并通过科学家所谓的肠脑轴改善清晰度。陈先生在早餐中加入了希腊优格配莓果和燕麦，很快就感觉到消化更稳定，精力更持续。小小的改变，少胀气，少胃部不适，给了他更多的自由，与孙子孙女一起享受生活。不过，并非所有益生菌都是平等的，不同的菌株有不同的效果。许多市售产品缺乏可靠性，长者应该选择清楚列出菌株、CFU、技术和有效期限的补充剂，或依赖富含益生菌的食物。总之 ，CoQ 石和益生菌代表了60岁以上长者的一条新路，竟在细胞层面提升能量，并通过肠道治愈
它们不是奇迹疗法，但它们是安全、低风险的盟友。对于像陈先生这样想要保持活跃、头脑清晰和独立的成年人来说，这些简单的选择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当谈到保健食品时，或架上的产品并非都是有帮助或安全的，尤其是在60岁之后，有些产品听起来很有前景，但可能会悄悄地给肾脏带来压力或与常用药物相互作用。知道要避免什么与知道要服用什么一样重要。最大的担忧之一是高剂量的草本配方，宣传用于排毒或能量，其中许多含有甘草根等成分，这可能会升高血压或马兜铃酸，这与肾脏损伤有关。在台湾，这些产品通常在网路上或健康食品店销售，监管很少，标签可能写着天然，但天然并不总是意味着安全。圣约翰草是另一个例子，它被广泛推广用于情绪支持，但它可能干扰数十种药物，包括抗凝血剂、抗忧郁药以及心脏和肾脏药物。对于已经在处理多种处方的长者来说，这可能是危险的。然后是高剂量的单一矿物质，如钾或镁。虽然这些是必需营养素，但在没有医疗监督的情况下，服用大量可能会压垮老化的肾脏。例如，过多的钾可能导致心律不整，甚至心脏骤停。患有慢性肾脏病的长者特别脆弱，因为他们的肾脏无法过滤掉多余的量。另一个需要谨慎的类别是超大维生素，一些公司销售含有远高于每日需求剂量的综合维生素，承诺抗衰老效果。实际上，过量的维生素 A 会损害肝脏，高剂量维生素 C 可能导致肾结石，而过多的维生素 E 可能增加出血风险。更多并不代表更好，它往往是有害的。最后，要警惕线上购买的未经验证的保健食品。虾皮和露天拍卖充斥着声称支持大脑或肾脏健康的产品，但缺乏第三方测试，有些被发现含有隐藏的处方药物或重金属。对长者来说，这些隐藏的危险可能是灾难性的底线。如果一个保健食品承诺奇迹冲洗您的肾脏，消除记忆力丧失、逆转衰老，那是一个警讯。坚持使用有科学根据、标示清楚且有第三方认证的产品，并且始终与您的医师或药师分享您的保健食品清单，避免有风险的产品，与选择正确的产品一样强大。它可能会拯救您的肾脏免受无声伤害。您现在已经看到保健食品在60岁后可以扮演2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一些充当真正的盟友，其他则带有无声的风险。教训简单但强大。您的肾脏和大脑不需要一柜子的药丸，它们需要明智选择的正确支持 Omega-3、安全计量的维生素 D 以及有针对性的营养素，如 QQ10 或益生菌，可以增强能量，保护记忆并减少肾脏压力。同时，避免超大维生素、不安全的草本植物或未经验证的线上产品同样重要。事实是，衰老不是关于追逐奇迹，它是关于做出稳定、深思熟虑的选择，让您在长期保持强壮。与您的医师的对话、您的药物审查或简单的血液检查可以防止危险的错误。保健食品永远不应该取代健康食品、运动或医疗照护。
但如果选择得当，它们可以成为帮助您更充分享受生活的工具。所以，这是我的行动，呼吁清点您目前正在使用的东西，列一个清单，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分享，并提出困难的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个吗？它对我的肾脏安全吗？有证据证明它有效吗？然后从小处开始，增加一个安全的选择。如晚餐吃鲑鱼或早餐吃优格，移除一颗对您没有用、处的有风险药丸，这些简单的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复，为未来的岁月建立韧性。记住，满60岁或70岁，并不意味着放弃您的活力。有了正确的知识和明智选择的勇气，您可以保护您的肾脏，磨砺您的头脑，继续做您喜欢的事情，无论是旅行、园艺，还是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力量就在您的手中，一个明智的选择，一次一步